治理新月，抓捕犯罪嫌疑人。明白。准备行动。行动！金小天，你
行啊！你居然干掉了我所有的兄弟，但是今天你觉得你还能救得了他吗？小天，把你的枪给我扔了！我们再做一次交易，好不好？你把账本给我，我把起爆器给你。他手上拿的是起爆器，但是起爆方式不确定，先不要进行狙击，等我安好。什么安好？听我口令。排爆小组，火速赶往现场。收到。把账本给我送过来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引爆？把账本给我送过来！站住！金小天，你应该带了狙击队员来吧？告诉他们都老实点，千万别耍花样，不然的话，只要我手一松，你的李新月就没命了。把账本扔过来，快点！没狙击。金小天，看见了吗？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活不了，你们也得一块陪葬。我装了2个炸弹，一个安了定时装置，另一个引爆装置连着李新月的脉搏。现在定时装置已经开启了，你们等死吧！你救不了他的。靠上。你救不了他了。警戒！不要激动。陈局，先不要派人过来，这不是普通的定时炸弹，拆弹组还有多久到？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最快还要8分钟。别管我了，你快走好不好？你听我的，你走吧。红、黄、蓝、绿，你走吧，你别管我了。你躲哪个？
现在顺利解除第一重装置，但是他现在身后还有个液体炸弹，连接着他的脉搏。小天儿，稳定住李新月的情绪。明白。这个是液体炸弹，连着我的脉搏。别试了。护身符在这里，怕什么？不要激动，把眼睛闭上，把眼睛闭上。好，深呼吸。什么都不要想。敢不敢再搏一次？好，我马上喊3、2、1，喊到1，我就会带着你往前跑。你确定吗？没事。现在慢慢站起来，来。别，蹲下，调整好呼吸，不怕，没事的，护身符陪着你跑，啊。3、2、1。小田儿，谢谢你陪我到我父亲当年写生的雪山上来看看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。
还想去哪儿？你给我列个单子，我都陪你跑一遍。哦，对了，那幅画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处理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把它捐赠给地平线一郎，要让雪山画派的开山之作永久在雪山脚下展出。这几天那么辛苦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以后啊，我们都要像今天这样，慢慢的互相搀扶着，这样走下去。谁说要跟你走下去了？你都还没有正经的追过我呢。我这还不叫正经追你啊？那你希望我怎么追你？怎么追我应该你自己想办法，哪有问我的呀？你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嫌我麻烦啊？那你找个不麻烦的去。啊，我找找。哇，好美啊！这是日月同辉吧？好美啊！好漂亮。今天在天空中日月星三宝汇聚，今天在大地上八宝莲花盛开，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，两位新人迎来了他们终身难忘、喜结良缘、喜庆祥和的日子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把一首祝福的歌想带给两位新人。哎呦。
日爱上了月亮的女儿暗月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特别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人间也特别的祥和、美好。传说中，凡是能看到日月同辉的恋人，都会一生相守相爱。今天我们俩也看到了，你说我们会一生相守相爱吗？神话故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神仙谈恋爱，说实话我更是没办法理解。但我知道，我们两个普通人经历了那么多，现在你是谁呀？你还是那个我一直等着要见到的纪晓大吗？但是职责所在，我什么也不能说。明天开始，你就永远都是我的主人。我生父在这里，他是我，我生父带着你跑。
样，迷失在你眼中的方向，我也。欧阳集团特大贩毒案近日成功告破，经过多省多方联动，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胡志辉，彻底摧毁了一条贩毒洗钱的巨大产业链。关于案情的发展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。真没想到，我跟爸爸竟然被卷入了这么大的一桩案件里面。一幅画，居然藏了这么大的秘密。这些犯罪分子最可恶的，就是会伤及到那些无辜的人，像你和你父亲，都是无辜的受害者。你说的对，警察同志。在你为人民服务之前，要不要先帮女朋友把房租交了？其实我想过，你也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嘛，平时对物质生活根本没什么要求，我就这2张卡，收好了。都交给我了。逗你玩的，房子我都交过了。我说的10年后。喂，陈局长。回上海了，不要只顾着谈恋爱。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呀？我知道，我明天就回局里报道。小天啊，你这次完成卧底任务，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啊？心得体会，怎么说的跟小学生写作文一样？我知道，冯队的事儿，你一直很伤心，也一直忍着没表现出来。开枪！生命有的时候很顽强，但有的时候也很脆弱。我们这个职业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就得拿着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，因为我们穿着这身衣服，我们是警察。陈局长，其实我想说，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警察。好样的，小天啊，队里考虑到你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局里决定给你安排一个新的领导。这样，调整好你的情绪，明天啊，你就去跟他见面。是，我明白。就这样。喂。
士们、先生们，由于还有4名旅客未能按时登机，请您在座位上稍等片刻，谢谢配合。你好。看什么？想扔掉我们一个人跑到珠峰去？别忘了，我们是一个团队的。想甩掉我们，不可能的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大齐。到齐了。到齐了，那就 everybody let's go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往日喀则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，调直座椅靠背，关闭手机电源及其他移动设备。感谢您的配合。喂，冯队。啊？好。怎么了？有情况？什么事儿？不会吧？冯队说，祝我们一路玩得开心。切。